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航警局伫桃园机场抓到一个马来西亚的男子，以假观光的名义来台湾，伫个行李箱是藏5公斤外的海洛因庄，要闯关入境。警方讲，这农历过年前，机场入境的人数加真多，这卖毒集团想讲人多，较袂去互抓到，所以最近是想空想芳，要甲毒品运入来国内。 航空警察带这个查甫人入去检查室，将这垃圾卡网拍开，上去敲。他那甲批是放伫上顶沿，内底有一个印棒甲米鸟鼠的咧阿肉拍开一个看，拢是海洛因庄。这些东西你要拿给谁？还是有人通知你要去讲？ 海洛因庄总重量有5公斤3，这个查甫人是为马来西亚以观光的名义来台湾的，将毒品藏伫卡网内底，想要走入来。加在好海关抓到组织毒品流入市面上，嘛将这个查甫人移送地检署侦办。加强低级毒品海洛因，共计5.3公斤，当场以现行犯逮捕。卖毒品的集团趁农历过年前乌市好价，才冒险走私毒品。 一个飞机运毒入来到台湾案件真济，去年下半年到香港游客来台湾观光，嘛有炸毒品要入来台湾。今年1月，航警局嘛公布2件泰国甲马来西亚的观光客运毒，互人敲掉案件。运毒集团走私毒品主要有3种方式：第一是用渔船来走私，一般的数量拢有几百公斤，成本较悬，也搁较袂互抓到。啊，若是请人用观光名义炸毒品入来，俗称鸟啊，一摆敢会使藏3公斤至10公斤，成本无遐悬，也搁较互抓到。第3种是用毒邮包为国外寄入来到台湾，量较少，成本嘛上低。虽然呢真接互敲到，也搁袂去抓到运毒的人员。对卖毒品的集团来讲，无碍着。疫情后入境的人客真济，卖毒品的集团人员讲，安尼较袂互抓到，这款理由式的运毒。 又搁出现啊！航警局唔敢大意，要全力顾咱的国境，就是要阻挡毒品入来台湾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